South Bank 呢個名就咁講，未必個個都知，但提到 London Eye、Tate Modern 或者 Borough Market，相信人人都聽過。South Bank 位於泰晤士河以南，倫敦松溫最核心嘅地段，係唔少遊客到英國一定會踏足嘅地方。唔單止咁，對於當地人嚟講，South Bank 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化地標，有100幾年歷史嘅劇院，亦都有每年接待超過450萬訪客嘅現代美術館。如果你想喺倫敦松溫揾一個可以真正代表身份同品味嘅樓盤，咁你一定要留意 Bankside Yards， 佢將會成為 South Bank 最 iconic 嘅地標。Bankside Yards 係由著名英國發展商 Native Land 打造，佢哋專門規劃商住混合嘅高增值社區。之前做過嘅項目包括 Marylebone、Mayfair 等等，全部都係出晒名嘅高質地段。Bankside Yards 整個項目涉資超過25億英鎊，將會有近50萬尺商用零售空間，而倫敦第3間嘅文華東方酒店亦會進駐。更重要嘅係 Bankside Yards 將會接通位於 South Bank 嘅各個文化藝術重點地標，喺倫敦河岸文化走廊最後一環。而 Opus 正係 Bankside Yards 嘅第一期項目，而且係由我哋仲量聯行獨家代理。Opus 係實用、景觀同品味嘅結合，樓高50層，係松溫入面最高嘅住宅大樓。成個建築外形由名師設計，3塔交錯嘅結構令到超過75% 單位擁有雙向景觀，合共提供249伙1至3房單位。另外，佢嘅私人會所係真正做到將 luxury lifestyle 融入日常生活。會所包括 social area、co-working space、art studio、gym 等等，裝修媲美5星級酒店之外，可以話無論工作、娛樂、放鬆都唔需要離開屋企半步。成棟樓由電力運作，係全英國第一個零化石燃料嘅社區，真正做到 sustainable luxury。Bankside Yards 處於超核心地段，經過全新活化嘅 Blackfriars Bridge， 5分鐘就可以到 Blackfriars 站。Bankside Yards 作為喺 Native Land 以最高標準打造嘅旗艦住宅，係身份、品味同未來生活質素嘅結合，價錢由86萬英鎊起。如果你對呢個項目有興趣，唔好猶豫，即刻聯絡我哋 JLL。To buy or not to buy off-plan or local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 before you buy。境外樓花買唔買，計過風險先好買。